今日讲到，因为4月23地动起的花莲布开饭店，早暗8点已经开始咧拆，不过这栋内底更紧有够济，咧拆的时阵机械煞故障，目前已经暂时先停工，等修理好势，才阁继续拆。 这只长42公尺的大哥机呢，为昨下暗开始来执行拆除的作业，会当看到伊今仔下早是为建筑物的外口开始来拆。 即马现场嘛是会当看到伊的动作，其实是非常的细腻。伊就是惊这捏出来的物件会喷甲四界拢是。咱镜头搁为下骹来看者，伊现场嘛做3层的防护。第一层就是肉粽，第二层就是蠓仔，第三层就是铁皮。伊就是惊这喷出来的物件会伤到边仔的建筑物。 为前一暗开始执行拆除作业的大哥机，会在一直工作，长长的手伸到建筑物较悬的所在。不过拆除高楼层要特别谨慎，拆的速度袂当随紧。高空作业嘛，要尽量要小块一点，落过来较袂后袂飞。 拆高楼层嘛非常考验大哥机司机的技术，伊离地面层离操作的乌条线非常远。为厝尾顶来看，富凯大饭店内部钢筋非常济，会在这钢条一度甲乌条线的油管扭断去，漏几百升的油，顶会当暂时停工换工。太远了啦，都要凭感觉了。那你就是要用心的把那个你要夹的地方把那个钢筋拨开啊，才不会伤到。 第一线夹子的油管，真的是高难度。对啊，拆除难免影响到附近的厝，居民认为防护措施做了个会使，唔免伤烦恼安全问题。不过，嘛是有人一期才架一条街的药房根本无做防护。我们在可能范围内，我们也会加强那个做防护，那也会提醒司机在拆除的时候，尽量小心往前。 将土堆滑落。传出富凯开始拆除了后，起4.7公分，佫有增加的趋势。对此，花莲县政府强调，并不是安尼，只要出现明显的闪动，就会先停工。有关另外一栋统帅大楼，25号会知影继续在吞吐增加关度。县府表示，应该会伫礼拜6开始拆除。记者林俊文、张敏如花莲报道。